曲歌王上来啦！我们就来欢迎许富凯和凯哥。大家好，早安。对，可以用最厉害的尖叫声给您好吗？你好，这是你的伙伴，是你。对，我的伙伴。啊，你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跟你一样来唱一首，我希望宜兰的天空可以甜甜的感觉，带来这一首《爱情很稀亏》，会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唱，谢谢。怎么会有可丽可？我以为是我耳机。怎么那么可爱？我以为是我耳机有可丽。耶！效果，这个都是效果。好了，你们那个现在那个灯可以关掉了，好不好？从早上6点亮到现在快没电了吧？他都有带那个备用的电池。对 ，OK 了。哦，为了化解这个尴尬，我们就来尖叫一下好了。怎么那么可爱啦？你们先处理，我们先聊好了。先聊。对啊，我们3个其实有唯一的共同点。怎么共？都是高雄。都是高雄人。旗山。我旗山啊。对，你是算是2004年出道开始比赛的，那个时候就算出道了。2004年。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如果要讲发片的话，我是发片才算。2010年呐。2011年呐，2011年。那之前参加比赛那个时候，就是在11年前。也是。对，也是。没有那么久。没有那么久了，我们好讲年轻一点的。好，反正这边我们3个比起来，我最老，我们都是从高雄，在念书，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然后就驻唱。对。那你真的是好运气好，但是也有它的质感，也有它的本事。怎么会合作呢？这个是不是因为漂亮？就是因为漂亮嘛。当然本来就很漂亮啊。那重点是要谢谢那个你的老板阿信。对啊，因为阿信多少人啊努力哦。好了。他说他唱3首了好了，其实现在弄好了，那我就滚下去。没有，不用滚，我们用走的。待会再聊，我们先听好听的歌曲。好的。一起回来，谢谢我们的一通大哥，对，要热机。会唱吗？会吗？对你讲出心内话，讲我问你，较想骂你一个，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，一号写着一条爱情还是花。我对你努力。
我深深来表达我的爱意。你的可爱，你的风采，和我对你努力落叶情海。黑暗中对你共存心来问。诠释跟原版的差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规模，走一个比较清晰的，对，比较清晰的，就跟我今天出血税之后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。空气很清新，看到南洋平原，心情就很好，而且我的老家老爸爸爷爷奶奶家就在宜兰啊，真的真的就在宜兰市。好的，我们先不聊这么多，我相信很多这个朋友他急着准备抽奖，听完好听歌曲，然后抽奖对不对？哦，抽奖，哎，今天他抽出的是比较大的奖，戴森。哦，戴森，对，戴森，我们今天准备的奖品大概累计就20万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抽奖的先拿出来，20万啊！哇塞！3星手机、iPhone 手机、现金礼券，全部都抽给大家。哇！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的这么支持了。好了，灯先关一下啦。一起给人家追这样哦，对啊，先休息一下嘛，待会我们傅凯唱的时候再给它亮起来哦。这个阶段的这个抽奖呢，由我们3个来共同协力完成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就三个协力完成。好，我们抽身份证后面后3行，一人一个，对，抽出来，来，那你跟凯哥在这边，你抽987啊，倒数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抽第一个，现在要抽出的是戴森的空气清净机，来，第一个号码。1，换我。我就是尾数啦，尾数。换我吗？来，0。傅凯抽出几号？傅凯抽出901，901电脑选择有没有？马上打电话哦。打电话。对，马上就用电脑就查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我们2个不用抽。傅凯，帮我再重抽另外一个号码，打来。对，这样比较快。401有没有401是我哎。啊，那就打给你。恭喜你，恭喜瑞，恭喜。没有。我们不能这样把东西拿回去的，待会再跟工作人员拿。2个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总共有几个组合？2个组合，这边再抽一个，因为有401的同样的有2个人，一个是你。0401，真的假的？不是我了，有没有？只是谐音401。啊，401啦！吓我一跳。0401。哦，你是有没有？已经在现场。杨先生有了，已经有了，有了是因为身份证后3码401的刚刚有2位，有2位，哎，就是一个0，一个是0。好，我们这样说，杨先生，他电话不接就没有哦。啊，真的，我们现在马上打给你，然后你不接，我就叫警察抓你。哦，跟你俩，他靠两位，我一五项不都不爱讲，你5项都不爱讲。妈呀，那么什么？会你退你。待会跟大家好，再拜个晚年，来。杨承瑞，杨先生，杨丞琳的哥哥杨承瑞，加油！年轻人哦。喂。喂，请问是杨承瑞先生吗？对，你好。你好，哦，原来是小姐，我们是杨承瑞小姐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好，拍谁？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你中奖了。谢谢。这不是诈骗集团吗？哎，你知道我们在抽什么奖吗？嘉年华，它有奖。我们是猜5节乡公所的这个庙宇嘉年华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恭喜你赢得了戴森的空气清净机。超棒！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恭喜你哦，你显得很平静，你们家不缺对不对？不捐出来。我可以收。哦，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请工作人员跟你联络哦，记得哦，到时候他会跟你讲怎么拿奖品哈，谢谢，好冷静，好好玩哦，好像他不想要一样，哇，谢谢，有啦，可能惊吓过度啦，清净机，清净还有一台，我们再抽一个，好。
我们刚刚前面打了电话，没有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在骗。好，看直播的朋友要记得哦，我们现在第一个不改马里奥为你们抽出下一个幸运，我的是3号563，有没有？有，就是他了，打电话。哦，一个嘛哈，就这么准，真的很准的。希望他会接电话。因为哦，参加的人没有很夸张，1000多个，要集满宜兰庙宇7个庙宇的章，你才有资格玩这个游戏。你不是说啊来啊，虽然或者比胆不行，你要参加我们的这个集章。盖章，盖了7个章之后，你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游戏。是。李小姐，李什么话？哦，李小姐。李小姐。你们刚刚的歌好好，谢谢。风格完全不同。来，李小姐，李淑华，淑华接电话呀！你不接，我要报警哦。关掉再打一次。对啊，他们家可能也不缺了。我们家很缺，我们都很缺。我们今天的东西，我已经看上电视了。好，够乞丐。第二次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淑化吗？你好，我是马里欧，恭喜你参加这个5节乡所办的这个庙宇嘉年华集章活动，你赢得了空气清净机耶！听你讲话开到刚刚都领导是无欠哈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Dyson 的呢？好，电话连好，电话连好，电话连好。想必我们宜兰人都很有钱。宜兰有钱人还真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完成这2个了嘛，哈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请丽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最后把重要的这个，你看多少人拿你的那个灯光板，丽，谢谢妹妹，谢谢。你是花多少钱请他们来？真的是他们真的发自心来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主持人我第一个来嘛，我就说哇，他就说马里奥，我说利奥，他就拿我们是粉丝。对，我说你哪拢无给我诶？他说你也无好，你也无好我钱啊。阿爸帮你做一袋啦。好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时间非常的紧迫，我们要把时光留给好听的歌曲，谢谢，让耳朵恋爱，好不好？可以哦。好了，那交给你，那就唱这一首。今天带来16条歌曲。16条。好了，交给你了。这要带来这一首很温暖的歌曲，叫做《迷就会》。迷就会。金曲歌王。谢谢。谢谢我们5节乡公所所有的长官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吹阵风吹呀吹来南雨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打伞。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照，如果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中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会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玫瑰花，听你受风吹，听你两眼开闭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
时间没见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宝贝是不是要再更大声、更温暖一点？待会哦，再一次哈，还有2次，再复习一次。你是我最爱的。是在我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牛角。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将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微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忍几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小小的温暖的棉将被，日日夜夜为你在情愈飞。一份爱的改变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将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忍几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将被，日日夜夜为你在情愈飞。一份爱的改变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全场再一次哈，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啦，谢谢。听说你们一大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8点就来了。有去吃东西吗？有。还没？那你们待会要去吃什么？肚子不饿，肚子很饿。待会我们会发便当，谢谢。没有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也爱你们啦，谢谢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唱第2首歌曲。那快点剪，快点剪，快点剪，我可不没关系。好，我接着唱的这一首歌呢，也是比较轻快的歌曲。对，那我相信呢，这个世界可以世界和平，然后重点是希望听公听咱家的狗人，家的好人，都来继续听公听狗人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，谢谢。给你们，会吗？感情我不要打扮，阮是最平平凡凡，爱是人生的希望，无该一年就圆满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。爱永远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回忆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听。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伊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。
还，爱是一生的希望，有代志就永远。会看无必要操烦，无形色别人地红，爱混乱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心所爱的人，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离别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。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，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谈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。爱是离别苦恼，我来陪你到老。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谈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。谢谢。哦，提供票郎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好听好听真是好听。因为大家会喜欢傅凯的歌啊，因为你的曲风跟现在以前较早以前的台语歌就跨不港。是。天公跳狗郎，其实你们还听不出端倪，他是用润吧来当底。哇，天哪！我没有在哈拉，我真的有小小略有研究。其实是巴萨诺巴，是润吧吗？等综合啦，综合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结合了灯板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我们即将把所有的灯板这3代集合起来，我们一起拍个照留念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对，难得来了，那不敢干嘛？可能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？人家是我们一起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我们久久见一次面，拜托。姑姑期待上次是在录综艺节目。对啊。村长啊，村定哦，乡长，哎，沈乡长，不要你给他请他引导，我估的就好了。没骂那个，自己找饭吃，小心哦，不要那个。哦哇，随便录啊。有来，要照，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要开心一下。看哪一台呢？画多几台？哪一台先？来，这台先。好。那个先来。好，来看，来，笑，吸。再一次哦。吸。好，来画的下。好，来。啊，经纪人那边，经纪人也要拍一下，经纪人那边哈，有。经纪人来，嘿。好，看哪边？经纪人这边。好，经纪人那边。左边，哎，右边，海边，马路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再来一首了，刚刚意犹未尽。好啊。原来是巴萨诺吧？巴萨诺吧，我以为是润吧。其实他们2个都有点血缘关系啦。对嘛？你很在意这件事耶。好，直播的朋友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难得请到傅凯来，最后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最近真的是世界
对了，动荡不安的。大家说真的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家人，珍惜所有身边的人事物，而且是难得。对，而且珍惜当下。对，我们就是爱自己也爱别人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想要带来这一首歌，把不好的事情一切随风而去吧。对，放红吹，放红吹，来欢迎，谢谢你们。谁讲的？谢谢哈。感情亲像风吹袂飞，飞远远无地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才会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雨，风吹人甲等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去不回？吃的东西，待会呢，如果你肚子饿，就在午前这边吃完东西再回台北，或者是去宜兰走走，好不好？宜兰好山好水。感情亲像风吹袂飞，飞远远无地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才会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雨，风吹人甲等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想你，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去不回？帮我塞，谢谢。哦，有很多我们听现场听很多，但是被感动的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感恩感恩。真功夫了，这个没话讲。好的，谢谢麻烦你要再耽误你一点点没事没事，都来了。哦，但因为这个晚会的关系，可能会到晚上8点。所以你跟他说 OK 嘛？好了，那就麻烦了8点哈。你先去吃个鸭宝饭嘛。好，稍微等一下，因为刚刚有位新人赢得了3星折叠手机，而且他本人已经来到现场了。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喜香肠来为我们颁奖。你怎么会这么急的？很重要他可能想要换手机了。
哦，来，那我们请乡长来为我们颁奖，然后照相哦。哦，乡长给他钱，那因为说难得请到你啊，是吗？一起吗？一起，好了，一起。在哪里？他们代表30几个人哦，是漂亮姐姐。我给他去拍到后面帮体哦。哎，好来，恭喜！哦，代表也来了，哦，谢谢。来，哦，来，左右红圆呐，来，哦，来，哦，来比5节香5。好，谢谢你，回家好好用手机哈。哦，乡长请留步，我们即将要抽出我们今天的最大的奖品啊！哎，等息啦，等息哦，来哦，开心死了！你没有想到来会碰到傅凯啊，我的荣幸。哦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请乡长和傅凯，我们一起联手抽出，还是我还是要找一个来宾，要不要？就直接来了啦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3个要抽出2个幸运儿，可以赢得我们的55寸哦电视哦。来，好。哎，这边啊，天，2台哦，2台哦。来，先抽第一个。好。傅凯拿几号？哎，我7号。227耶。227 007。谁227？有没有？你227啊？不会吧？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有吗？有你的名字吗？他说那个是主办的。来，乡长。你来宾啊，主办人。啊，有。贵有3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们拿你连线啊。那既然真的是假的，那也不能，真的是我们没有作弊哦。说什么名吗？是吗？恭喜！捐出来！哎，这个，先打看看。乡长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没有作弊啊！这个没有作弊啊！那就作弊啊！那就真的是就是他的啦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现场打电话，看到电话会不会响啊？开了，还是要。今天有做表，公正、公平、公开3公的原则。对。来你要来中间啊！你来，看你电话会不会响啊？哎，好酷哦！哎，怎么会这么刚好？叫嘟哦。喂，哎，请问是苏先生吗？是的。哎，你们家有缺电视机吗？你是不是？很缺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跟大家拜个晚年？谢谢哇！哎，太难得了！哎，来，好运分一下。第一次做活动还是自己主办，哇，收到奖品太强了！这个太难得了，没有看过这么不是，没有看过这么好运的啦！第1台就要送出去，来把球放回去哦。还有第2台，第2台会不会是乡长中啊？哎，乡长，我现在报名有没有？乡长，傅凯，如果说真的下一个电视是抽到乡长，那就捐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没话说了，哎，哪有这样子的啦？太嗨了吧！天哪！缘分呐，对啊，因为听说有2台电视，有1台是坏的。哎，1号，傅凯抽几号？651。什么乡长？是乡长的吗？还是乡长老婆的？还是你女儿子的？一个也中，一个姓什么？来，蔡啊，蔡小姐。这个太夸张了吧？哎，乡长，蔡小姐是不是？蔡什么族啦？这个太，你也不相信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我们会公开验票啊。对啊，到时候请宜兰英娜的制作单位。宜兰英娜今年要发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太夸张了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？太嗨了！来，
雅竹，杨雅竹，配雅竹啦，雅竹是另外一雅竹。通了哦。乡长好可爱，乡长很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雅竹，快点这样。好，好通了。再打一次。再打一次，哎，打3，你还要打3次嘛哈？3次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打3次，第2次亮一声就给它挂掉，亮一盖就挂掉。伊就是无缘，就是无缘啦，挂掉。第3次。那我马上来接好不好？啊？我马上接可以吗？马上接是不是？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电视是分开送，脚架跟荧幕分开。我们现在抽出右边的脚架。没人接，不改波浪江。哇，雅竹。哦，拍谁？哦，撒由那拉，够几盖？其实我另外一个名字叫雅竹啊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唔知讲？哎呀，没人接哈，没人接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你没有接你就是错过了啊。2号102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我真的是运气好到不行。然后怎么样？2个人。哎，妹妹，这2个。妹妹来，快抽一颗。来，让妹妹抽一颗。妹妹抽一颗。现在102有2个人，尾数102有2个人，看看前面是哪一个中。8了，8102。哎，好刺激哦！好好玩哦！哎，这个是个很棒的抽奖的一个方式。但是他们有电脑来辅助，要是现场有电脑。哦，电脑现在尽量搞呢，不是刚才金偷刀呢。都剩了就好。有没有？8102什么毛啊？还有叫毛的，成什么乌毛？乌毛就是黑毛的意思，黑毛是一种鱼。好了，就成。好，我就问他说是乌毛，你是不是叫黑毛？长辈嘛，应该是长辈的，对。长辈。乌毛哎。陈先生啊，因为很少说女孩子叫这个名字，陈先生叫毛哥。再2声哦。关。再一次，毛哥可能在忙。煮饭啊，够一盖哈，毛哥陈什么乌毛？是应该是陈林乌毛。是女的，因为冠夫姓。哦，林乌毛。我们冠夫姓陈林乌毛。哦，取这个名字勇气要可嘉呢。乌毛。哎，你怎么念啊？欧门哦。欧门。五毛，对，这就很快。挂。第3次再不接，我们就再见了。毛毛拍谁？抱歉，毛毛。毛毛，好亲切啊！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，我们叫它毛毛。真的，毛哥在吹了，在吹了，没有了。谢谢，再来一次。公平公开。哎，既然那要不然就是这一颗。哦，再一颗。要不要？还是说，还是我们再重抽比较公平，还是怎么样？重抽，我们听乡长的。就一起啦。我们听乡长。来，你来3个吗？你来抽这边的，哎，乡长抽这边的。好，我在这边抽一个号码，卷一卷，ring 来。好，7号。2号。9号。927有没有？927有没有？2个人，那麻烦0跟2。0跟2。妹妹来。来，妹妹。0跟2哈。
0多少？好，还没有，来抽。幸运之手2927，对不对2927， 2927没有错嘛？2927，李小姐。 2927。 哦，李什么妍啊？李小姐。有吗？电话来了哈。好，在拨电话的同时呢，我们也祝福现场所有的来宾，永金虎肉哈，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。真的。 新的一年，大家都也期待你们有更好的作品。好的。一个人能够唱40几条歌，全场没有伴舞。喂。你好。是男生啊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李丽妍吗？李丽妍，我女儿。哦，对，爸爸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女儿恁查某囝就好运的，今麦钓一台电视啦。好，都照你啊嘞。哎，对，我们在那个五节乡那个庙宇嘉年华有一个集章活动。 嘿，甲你恭喜一个，你也一台55寸的啦。哦。嘿，哦，55寸电视这摆足贵，一台都100几万呢。100几万。嘿啊，对了。老板。好了，恭喜你了，我们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络，到时候你拿着你的身份证就可以领到了，恭喜你。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抽奖呢，今天的表演活动也顺利圆满没了。啊，没了。很好玩呢。好玩啊！再玩下去，那就到晚上8点了。哎。 好了，这是我们用热情谢谢我们不可再的精彩表演，谢谢马刘大哥，谢谢。那也谢谢香港这么所有我们的代表啊，好，我们的村长这么鼎力相助，使得我们这次算是成功了。哦，虽然有很多跟